晚上返到屋企，隨手把牆上嘅電源開關一按，通塞光亮，做呢動作從來不需考慮。但係試想想，假如電線連住嘅另一頭唔係一盞電燈，而係聖誕節時整個大廈嘅燈飾，係咪應該小心行事？再延伸開去，連住嘅可以係一張電椅，有一個犯人坐喺上面等候處決，你一按落去就啟動佢步向死亡之路。甚至連住嘅可以係發射炸彈嘅機制，一下子可以令多人喪生。喺呢啲情況中，你點能掉以輕心？中國古時行軍顯像用嘅係令旗，又稱為令箭。有一個疑問，呢啲令箭睇嚟冇具體執行指引，拿住佢嘅人權限如何釐定？邊個人能講咗算？喺我哋身體中，呢啲開關令箭到處都有，一用之下易發難收，帶嚟深遠影響。細胞嘅結構好似一隻雞蛋，其中蛋黃乃細胞核 nucleus， 蛋白則係細胞質 cytoplasm。細胞核內嘅遺傳物質叫 DNA， 佢包含各種蛋白質嘅密碼，又叫基因 gene。憑呢啲密碼可以製造各式各樣嘅蛋白質，供各式各樣用途。前一間餐廳樓面細胞質落order送入廚房，細胞核喺細胞而言，應該喺咩時候做出邊啲蛋白質？呢啲決定係點樣做出嚟嘅？order指嘅內容又係邊個能講咗算？答案之一係轉錄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。今日單表一個轉錄因子叫 NF-kappa B， 佢一進入細胞核，會動員大量基因，叫細胞做出一大堆蛋白質，用以抵抗侵略者。呢個係一個大堆頭嘅抗侵略行動，包括製造白介素1，啟動免疫系統。所謂發炎反應，製造一個叫 cyclin D 嘅蛋白質，鼓勵淋巴細胞增生，以增強兵力，及製造一個叫 BCL2 嘅蛋白質，保護淋巴細胞，防止佢哋自滅。總體嚟講，往往會過火。NF-kappa B 有一個保險掣叫 IKB， 細菌嘅毒素同雌激素將 IKB 廢掉，令 NF-kappa B 重白，從而發功。但細菌嘅毒素亦就會引起免疫嘅發炎反應，長期性嘅發炎反應會導致細胞癌變，例如胃酸倒流容易導致食道癌。至於雌激素能夠令前列腺中嘅基質細胞肥大，日子有功，甚至可以演變成為前列腺癌。另一方面，好多癌細胞能夠借用 NF-kappa B 嘅功能建立抗藥性，於是令一啲正在接受化療嘅病人功虧一簣。如果要揾一啲保健食品阻止 NF-kappa B 進入細胞核，可選擇辣椒同芒果。假如怕辣或者怕芒果濕熱，可以食另一種保健食品，叫蒲公英根 dandelion root。此外，至少有5種保健食品能夠干擾 NF-kappa B， 包括綠茶素、EP-gallo、catechin、gallet、薑黃素、curcumin、桑酮、morin，嚟自士多啤梨嘅 fisetin 同嚟自大紅花嘅 gossypin。